各位郑老师，各位专员，大家早。我针对天文师德、都市的风水、师尊师母的改革，以及咱人民的改革，咱任何理事长的邀请，会当伫早起这个工作来甲咱结缘，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伫这个课题内底我想要甲咱报告，就是有关于一贯道伊的内涵，甲信仰的好处是啥物呢？那么在座各位虽然伫这个讲座来听，咱这个录音带会流传去外口，流传去外口。那么伫这个外口内底对咱一贯道这个了解，可能无咱遐尔做遐尔好呢哈。那么因此，伫那里伫咱这个讲座的报告以外，由咱家己内涵知影，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所以，我要报告的课题就是信仰一贯道的内涵甲好处是啥物事。那么各位，一贯道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非常神秘、真神秘。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伊传的是啥物物件？伊做的是啥物工课？感觉奇怪咧，有当时还佫做用诚心邀请人去看，有当时还佫无爱互知影咧。所以，对社会人对各位有看到电视的人应该会感觉对一贯道也感觉真神秘。但是一贯道，互人会感觉历史以来几多10年来，咱对民间的误解，甲政府的改进，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咱大家拢行过。这是一贯道，互人批评，互人指教。上好听讲压2道，上歹听讲趁3顿苦咧拜。这是一贯道伫民间互人误解真深的所在。但是各位，伫咱的政府，伫咱的民情，伫咱的风俗，是绝对无用阮讲假身裸体来拜拜，这无可能。尤其一贯道的地亲，真容易去渡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朋友，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就道。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叫做妈妈绝对无讲头壳歹去带查某仔来遮假身裸体拜拜。这是上界会当有咱的证明讲一贯道会通讲咱假身裸体咧拜原因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下的过程内底袂使互看，袂用咧互知影，所以人去外口就甲咱风声，为什么袂当看？其实在历代以来传法拢是秘密的，传法是秘传的，这是为家来。那么因为咱这个道有咱的经验，拢是为大陆千辛万苦，从咱师尊师母的代表过来台湾办道。来传道，所以就沾染就是讲大陆甲咱台湾的这个色彩，所以政府甲咱定期真久的时间。不过针对这个课咱一贯道内底讲这课，就针对这个课也袂歹，安那袂歹讲因何结合，因为久报纸就甲咱宣传，迄种唔免开广告去的，但是。对嘛久就甲咱报讲这一贯道我用了解一版拢爱几落万呢？即回咱报讲建筑落成敢若牵一版就要30几万呢，甲咱牵几落工拢免钱，看咱6年来我趁偌济，你甲想看嘛？甲咱趁这广告费趁不少。所以咱伫咧传道，咱伫幕后非常的辛苦，伫咧做，目前有政府嘛，因为伊请者去牵报纸咱嘛真出名。虽然大家一直半解讲这是一贯道，是压2道，是假身裸体咧拜，迄拢无红，迄甲咱的修行拢无关系。咱嘛是照常为20-30当以来修行修到遮尔好，对社会嘛是历历伫咧贡献
咱就因为报纸刊，因为人批评，因为人讲，啊，大家无了解，咱就无做，无啦。咱共款足认真伫咧做，这是咱爱认识的讲，一贯道伊哪有这么啊侪人咧信仰？一贯道伫这个社会扮演的角色，哪有遐侪人认同？哦，那一般社会讲来讲信徒哪会遐多？这些拢是一贯道有内涵，有好处，大家才咧信。不过在这各位道亲咱爱知影吼，咱一贯道以民国76年。就讲用政府立案了后，那么咱就以无后行向无前。过去哦，若讲食菜，若讲修行，爱讲较细声淡薄。咱若去无数习惯的所在食饭，啊，若要讲买一饭买一菜，啊讲啊你哪安尼食？无啦，我食菜啊，甲食菜无啥同款，食菜啊较细，啊食菜较大，你知？吼，啊，即摆咱讲食菜。啊，较早人去做兵，还是去创啥？去倒位参加活动，讲你信啥？无啦，我都信佛教。啊，上古早讲话要信道教，因为咱古早伫咱理事长经过上先人代表啊，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吼，也未改正以前，咱就挖过一站道教。所以后人讲咱是佛教，咱讲是道教，其实在拢毋是，咱嘛做一贯道。啊，咱今仔为无情行向无后，行向无情，就向头前来推演，所以才有今仔日这个工作。希望讲透过这个录音带，希望透过咱这个工作，互咱的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但是在座各位你一定要会记哦，要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要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的好处哦。上简单的一条路，上简单的一个速度，就是讲咱家己家己做好。咱家己家己受啊好，咱家己甲厝边做条，安尼甲斗啊好来安尼吼，安尼就一贯道咧推动就紧啦。各位工作的人，各位恁有看录影带的人拢同款吼，可能你的厝边做条，拢有一贯道的地主，有一贯道的道亲。啊，你若听到道亲，看到道亲讲，哎哟，这个人都袂歹，有影人信呢吼，修养袂歹。啊，你若一当甲毋甲人做到，烧麻烦多牛做吼。伊讲啊，我看迄道吼，你讲什么一贯吼，一贯道吼，我看是差不多啦，无偌济啦。但我也办餐厅啦，人我无信别行，也无咧创啥，也无咧食菜吼，我修养也无比伊较差。所以这个啊，可能是一个误解吼，因为都是真宗教，都是真知性的，毋过个人的修养哦，也佫有差别。所以我希望咯，咱的道亲们在做。一定爱安那，家己本身修好，啊，再甲厝边做条吼，啊下来，安尼这个道啊，才有法度咱为无后行向无前的这个当下，人才会甲咱成立。所以咱三宝团法内底，咱讲这个合同安尼过啊，这个合同过起来，或者圆满啊，或者有家中合适，咱安尼嘛合适啦。不过咱这个合适是安那，伊个圆融包容。咱若袂晓圆融甲包容，那这一贯道你安那向无后向无前，对无后向无前去推动，这是足要紧的。所以咱今仔出门，咱要谨记在心。尤其咱若穿这恤衫吼，足新鲜的，足奇怪，人会拢甲你问讲，啊你是保险公司的哦，啊你是毋是保险公司的？讲我毋是咧，我拢做上天的保险公司啦。上天的保险公司你知，因为咱求道有啥物好处？求道的好处就是讲会超生了死的道在下来嘛，这咱大家拢知啊。会互咱内心灵的内在得到解脱，会互咱这个身躯的本性完成灵魂解脱，或者超生了死。啊，会互咱的这个在生的灾劫灾难，会当透过咱的信仰，咱的精神老母娘，咱的本尊美丽的，咱的真侪咱有敬仰的神，甲咱庇佑，甲咱化解。啊，透过安尼，咱若无做好，哇，啊就麻烦啦。所以这个咱民间唔知影，啊，咱大家爱来推动，为咱家己做好上要紧。所以对于民间的误解也好，政府的改进也好，这几年来，咱大家拢对于预律做。那个有一点就是讲，咱过去是啥？过去拢是律律经营啊，律律经营就是讲点点啊来做。
过去咱啊有去鼓励伊，有去养老院，有去社会公益团体，咱若去捐钱，嘛毋敢写1罐刀呢。安怎你知影无？因惊抓啦，我嘛毋敢啊。过去我嘛毋敢，我嘛写我的名，写公司的名，我嘛毋敢写1罐刀单收名，甲遐好大，怎么写安尼连顺就来抓去啦。但是政府改进了，咱社会清定，所以咱就公开来活动啊，公开活动做了足侪工作，所以在座各位，咱诚心的坚持啊，咱若有伫社会做公益事业，一定要担着1贯道综合，1贯道总会，代表我们的团体，代表我们的道，代表咱的道，代表咱的团队，安尼才好做。真正历经群啊，依据甲啥，甲或者整体性的观念、整体性的推动，那么才会当得到社会的领导。这是就伊再来做开头，但是各位唔通袂记讲，这是咱的尊贤，是咱的真民代表啊，非常的辛苦，从咱师尊师母的代表为代表，依据甲来台湾办道。非常的辛酸苦涩，费肝换来结晶，咱爱来珍惜。安怎讲爱来珍惜呢？咱若无珍惜，社会人无甲咱认同，咱的家庭无甲咱认同，咱的修道无人甲咱认同。各位，安尼做修这道啊，毋是1贯道，或者咱台语讲啊，做高曲道啦，高曲道恁知无？修到高曲。无亲情，也无朋友，也无做边，也无隔壁，50、60亲情，80、90大伙拢无啊，剩咱家一个安尼的时阵那这就很麻烦了，就真麻烦。咱一贯都是一个真宽容、真包容的宗教信仰，希望讲咱安家来延伸着咱师尊师母的代表，延伸着咱前贤的辛苦的迄个结晶。安尼，咱向社会来讲，咱1贯都是好，人会肯定；咱向社会来讲，咱1贯都是赞的，人会甲咱认同。那么，安家咱好好来甲伊珍惜，这是足要紧。那么，再来就是讲，虽然咱是公开，虽然咱是已经伫社会啊，有淡薄这个或者名望啊，尤其最近咱的道场啊。一直听到咱政府的首长种来甲咱活动啊，哇，感觉名声真好。不过社会人士对1贯道的宗旨、甲伊的活动内容、甲伊传发的内涵，也是一知半解。真侪学者你甲讲1贯道，真侪学者你甲讲1贯道，伊讲1贯道听说过，捌听过，伊是咧创啥？有当时咱嘛才临时向阳说唔知要安怎甲伊讲咧，讲1贯道是安怎？向阳要甲讲就讲1贯道是安怎按照咱1贯道的宗旨安尼甲伊甲伊念互伊听，正听道无心灵，讲修无，念了后听伊讲怪怪你来信甲遮尔好对机械化科技化，其实在希望讲今仔日借这个机会。做这个讲座，做这个录影，会当咱来讲咱1贯道的内涵是啥？讲咱1贯道对社会活动的精神是啥？讲咱1贯道伊伫咧传发的过程又是啥？那么首先就要来甲咱讲1贯道的名称。1贯道名称按倒来？1贯道的名称按2条线索来，两条线索。对文化传承来讲，文化传承来讲的话，伊是按孔子甲颜回颜夫子的这个对话来。有一天孔夫子叫颜渊来伊讲这个我道一以贯之，这句话伫四都真出名。时常互咱1贯道的弟子提起要讲的讲1贯道就是我道一以贯之，但是。这个是对文化传承是对的，如果你传发的传承内底伊要淡薄确实。确实的所在就是讲，这几千年来，毋是1贯道一直传来，是伫16代祖才传来。这是伫文化传承上是对的，传法的传承上还是有缺失。所以，
然后有一间一个树枝啊，专门做政府办的这个讲座啊，拄着王邦雄教授，他每一次伊就讲，伊讲足奇怪，一贯都地主来甲我研究树枝这个条目啊，就提讲我都一直关注这个题目来问我，啊无就问讲表面都实事可以安怎讲？伊讲足奇怪，这一贯都这个信徒地主太拢安尼，这就是咱对这句话啊有一滴灌溉。啊，这句话是不是成立？可以，对我后啊拄则有报过啊，讲就传承上或者啥，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但是传法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安尼才有个真正了解。那么这一贯都为倒位啊来，为倒位啊传承，就是为15大祖啊，清末年初啊。咱的这个民国初年甲清朝末年中间，咱的15大祖王杰一咱一贯都传承内底15大祖。15大祖师王甲一，目前伫学界学界，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因为咱师尊师母无地藏，没有著作书本呐，没有书本经典流逝。唯一有做地藏近代有关咱一贯的监测啊，就是15大祖师王甲一，其中有著理所合界，连年夜里。就你个你，还有一贯探源谈经录，都是48份，这种种这编辑，学界真认同。所以目前伫研究宗教的学者，那讲王杰一讲历史学就是比这个，伊讲一贯道啊，有真济理论会带伫这个所在徛的条卡啦，国语讲叫做站得住脚。那么伫一贯探源内底有讲一句话，讲吴太洪三绝一贯。吴太皇三奇一贯，所以名这一贯道，它是在传道。那么这吴太皇三绝一贯又是什么意思？吴太皇三绝一贯，这会讲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咱的佛堂设备对无？咱的武经或者武术兵，咱的迄边对花兵或者啥，或者太极兵，有无？咱的这边这花兵或者抢天的兵，其实咱唔是在抢劫或者皇劫，皇旗是皇帝的皇才对如果您以前有讲抢劫，都是讲唔对的，要改进，要改进。那么吴太皇三劫就是武劫、太劫、皇劫，甲伊串做一会，或者一贯。就是讲，咱这个道是安怎来？为天、为宇宙里边一路来到人世间呢？这个一条金线贯穿来，安怎做一贯道？按安怎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就无弊病啊。安尼社会啊，若要咱要到社会人士知影，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要了解一贯道，一定来为这个所在如此。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是啥？咱武极就是讲武极理天，武极理天，即讲无形无相、无声无草的所在。若气天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看会到这气象界，看会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拢是。皇极就是咱这个所在。地球的地方啊，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叫做黄极、皇极，皇极就是幽形幽腔。
那么为五劫、太劫、空劫，会当来做成讲三劫一贯，来离天、气天、上天，安尼串联起来，就是讲咱的本性，来自离天五劫，来到经过到气天，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历史去。如果会当经过一贯道的名师传法，一个三宝了后，以这个方式来修持，会当然啦，会当反气入理，反气甲这个气病啊，把咱这个所感染到气质这款物件拢甲伊去除掉，咱的本性同款会当归本位或者离天的世界，这是按家来做解释。那么以办道的理想来讲，咱是要做天人合一，哦，五太皇三劫一贯啊，讲起来就是要做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安怎讲？如果咱各位若有思考有想，咱即摆办道的精神啊，你甲伊了解，啊，咱甲伊写来就知影吼。这边属天的部分，这边属人的部分，各位有注意到无？哦，一边是天，一边是人。按咱呢，六太皇三劫五劫理天，咱的信仰就是咱中尊有写灵灵上道，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对吧？咱来，尤其来这个心理讲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老母的全名啊，老母的专名、专喊名就是灵灵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这就是咱一贯道咧讲的老母，伊含义伫遮。所以为无劫开始啊，这灵灵上帝啊，安尼咱简称或者老母。我这老母啊，我拢定来安尼解释，各位可能捌听过。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庙啊，非常的这个敬重。就咱出世来讲，咱先到妈妈巴肚来10个月，吼，咱爸爸来巴肚来10个月，所以对妈妈拢特别较亲切。啊，美国人是父权社会比较重吼，所以因离婚啊种吼，甲大汉甲细汉吼，妈妈换几落个安尼，所以因的上帝啊对啥？因为上帝啊，对天父哈，啊，咱的上帝啊，对啥？老母啊，是共的啦，啊，是共的哈，啊，所以真心切的代志哈，真心切，所以他们的上帝叫天父啊，我们的上帝啊，叫老母啊。其实在咱中国人有拜老母无？你看，中国人有拜上帝无？有啦哈，啊，恁捌拜无？你是伫佛堂前了都拜，恁以前捌拜无？我讲以前捌拜无？唔捌啦，拜敢拜？安怎拜？哦，拜天公，有人讲拜天公。啊，其实在咱中国人拜上帝吼，拜甲拢唔知黑白拜，黑白拜安怎拜你知无？因为咱过去啊，咱中国社会啊是皇帝制度，你知无？皇帝制度就是讲天主。啊，所以伫咧咱的数字内底讲，在牧业可以啊，事上帝会当拜上帝。啊，你知影孔子以前是做大官，你知影哦？伊啊对皇帝去拜上帝啊，会当有影在牧业，民间袂当拜，民间拜吼，哎呀，去拜天公。安怎讲？因为吼，咱的皇帝啊，对啥？天主，啊，天主拜上帝。安尼嘛，甲变拜天地安尼，就是拜上帝。安尼嘛，甲变拜天地安尼。啊，咱是天主的子民哦，
咱变天孙那个，咱变天孙了，天孙拜天公就对啊。你对啊，这理论是对啊，合理的啊。你慢慢等于思考，这是中国人来的所在啊。所以讲，对啊，老早咱就咧拜老母，老早咱就咧拜上帝，咱就是拜甲唔知，拜天公，对啊。大家拢甲天公送送龙大天公，那合理啦，那是天尊的主神嘛。那理论的主神哦，绝对是上帝，这一定的嘛。一见到伊就是按这个信仰主神为老母开始。那老母开始以来，咱伫这个所在未是要叫什么人来带咱转去。就讲电视镜头前会俾解决啊。咱伫人世，咱大家拢未是。贪金痴爱尤其即马文明社会啊，什么唔是对咱的，什么唔是互咱简单的放不落来。那么你要安怎办？你要安怎离开？你要安怎种种啊？你拢要透过办法的思虑，要透过修持的功夫，要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安尼你唔才有法度真正讲，大家讲伫这个现代社会伫咧修行。内海甲那去挂目镜，去开外国飙车，去食足好的，毋过心地诚善良，修养修诚悬，修行修诚好，对人嘛是安尼像古早和尚，古早的个大佛大师你去度人就是共款。虽然咱是穿西装，插一个无剃头，无穿这个个戴好安尼啊。什么拢共款，什么心地拢共款，这就是一贯道行入人世间坡道，就是完成咱保护的是女的负责，你保护的是女的，那么女的是主神的形式。那么今天你透过这个镜头，咱来介绍讲伊的内涵是啥？为什么咱要用这尊？传统的佛家，女的佛像唔是这尊。女的佛像是非常的庄严，甲咱普通佛教迄个佛像是正共款。但是咱那个用这尊，这是唔是咱选择的啊？唔是咱一贯道来选择出来。人世间伫宋朝以后一段时间，就拢用这尊代表。就是在下面一摆若讲到这个课格一贯道去啥哩，我咱们就多做这个佛像，不但再广泛。女的佛，那用这个佛像来示现人世间。就是讲，以后我的地主爱像我安尼来修，以后要做我的地主的人，你就爱像我安尼，像我安怎看我这尊像，你就知影我安怎修。你看释迦佛，你就知影你爱安怎修。头毛爱互遮做修，爱苦修，爱无到三界，大家佢拢看现现。爱等下点做，爱修行，爱开悟，咱女的佛唔是无头毛。笑，你看伊那衫是毋是无钱通买去买开步救水去？你洗三摆连救水也穿袂落安尼，毋是丢水的啦。这尊佛像头无头毛的意思就是讲，咱伫现代这个社会，要修行共款爱无烦恼，爱修到什么程度？爱修到无烦恼。这古早人讲这头毛这3000烦恼丝啦。伊讲你看我无烦恼，你来看。你要做我的地主，哪会使烦恼？安答无？讲伊安知无？安尼我看请因遮主事的人去请一个剃头师傅来，等下拢爱剃头。我讲足奇怪，你知影吼？足奇怪吼！咱释迦佛就非常无剃头，你知无？无剃分的，因的地主拢剃头。咱女的祖师无头毛，咱是伊的地主拢老海干啦。你们这拢识到个点头单，足奇怪。其实佛像就是让我们开悟嘛，佛像就互咱开悟嘛，对不？所以希望讲咱知影，过来，伫这个现代社会代志足多，交别计较，这是一世人实在无30个人啦，实在无30个朋友，这是砖头一世人若无出这个砖头实在无30个朋友。即马一个月交新朋友交30-40个。一世人实在几多千的这个人数，你看女人这样，咱毕竟跟人讲话嘛，一定要笑，
伊讲你要修道，要出门，要甲人聚集，爱笑，爱满面笑容。啊，人要无烦恼，要有笑容啊，安怎？爱心胸坦白。所以一贯道的地主修持的就是心胸坦白。心胸坦白还佫无够，你知无？爱去安怎？爱去度量广大。伊讲你看我北岛拢看会到，有无？这啊去度度，去吹吹，心胸大，坦白，度量大。哦，啊度量大，爱去安怎？爱去会晓赢。有翘脚无？你看有翘脚无？有啦，那也没有，翘一卡跳那也没有，而且连翘一卡跳都没有。哦，一卡翘脚，啊一卡盘水，迄什么意思？你知无？行也爱修，赢也爱赢啦。唔通顾无赢啦。啊，你有注意无？迄翘脚爱挂佛珠，啊，佮摕布袋，你有看到无？摕佛珠什么意思？挂布袋什么意思？行爱修，钱也爱赚嘛。你听啊，你知无？啊！咱一贯道的地主，拢嘛家己赚，家己食，啊，家己做，啊，成功了，员工食，家己添养力啊。所以伫这个社会，一贯道之所以用肯定，就是咱拢牺牲奉献啦。这大社会咱是咱直接讲，咱有钱家己食饭家己，啊去做别人的工课啊。哦，去斗做工课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你甲看讲，伊这个咱的免疫力或者和上，安尼一路来，互咱感觉到是啥？无烦恼。真笑容，心胸坦白，度量广大，哦，人感觉真用，不过刀嘛要收，钱嘛要赚，对不？哎呦，对，甲咱现实这个咱做业地主，拢相像就对啦，完全相反，这也叫天人合一。你就做出来人世间实现，就是一个对科技、对社会无代替，同款就这个社会伫咧走动，但是你的事业安怎经营拢无要紧，你安怎做拢无要紧。但是你都爱修，你才会当超生了事。所以，咱足侪企业家嘛，哦，大家嘛，即大家拢知影，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张荣发典传师，伊拢大家拢捌，也都足侪念不完啦。哦，这是个代表性。企业家用南部政府的董事长，啊，姚伟年姚董事长嘛是咱的典传师啊，这种大企业啊。啊，因那会听牺牲奉献，就是伊对一贯道的内涵有了解，所以各位做出来，啊，就话好师尊，咱讲话对老师，啊有如意菩萨，这是天的部分，啊天的部分才教互人，教互咱师尊师母，哦，啊各位恁即摆就感觉奇怪，咱讲啊，咱咧拜拜，咱会拜遐济，哦，咱有拜阴阳上帝，啊有拜咱的话有师尊如意菩萨，有拜咱的师尊师母，有拜咱的祖祭祖先。这就是一贯道啊！对天、对人、对祖先尊敬的所在。那么安尼，咱按照天啊转互人，所以咱的师尊师母来传道。师尊师母一个人袂当传全世界，只互真人来代表来传道，互咱的典传师来代表来传道，叫做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那么按这天人合一的理想，为武太极啊、武太洪三极一贯的理念来。对人来这人世间修禅道，来这人世间磨练，来这是人世间得到了，会当透过咱祖师的心法，安那得到超生了死的门路，安尼登去无极理天，或者三极一贯。啊，这也是人世间吼理想带动世界人间净土的实现。但是各位，咱今仔啦真正有法度，将你的祖师的心法贴下的话。那么，咱也无烦恼啊，逐天笑，哦，心胸啊坦白啊，道量啊足大的，啊，佮趁有钱，啊，佮有修行。你看这人世间怎就佮去倒位超生了死？我看大家拢大袂歹哦，敢是安尼？对不？哦，这人世间有亲像咱每个祖师这个非常的理想，我看吼，大家拢大袂歹啦。哦，所以各位，这是人间净土的实现，是咱一贯道办道啊最大的内涵就对。这点也是咱各位爱知影的。那么，介绍这一贯道名称甲内涵以外，就要甲咱报告的事情，就是讲一贯道虽然是对政府公开，伊的组织运作是公开，不过到目前为止，咱传授三宝的心法。也个是安那，也个是密传，所以有看到咱这个录影带的真言大德，
有咱该做工作的这个艰险，你的亲情朋友，也是你家己，那还未求过多的，还未过来这道场参加咱个活动的人，应该多鼓励伊来就道，多鼓励伊来进道，多鼓励伊来第三步来理解，来理解讲，这个一贯道伊传法的内涵是安怎？因为这个规矩，这个法规，这个天律，这也袂当无讲即阵在电视甲你讲的啊。你看甲电视讲的，你会成道袂？如果在电视看到第三步哪有效？安尼看电视哪咧煮食有无？去富皮面哪咧煮菜我看咱怎会来买食呀？所以伫电视看到的道，伫录影带看到的传道的方式，就是即摆三步甲你讲。你若无得到老师、师尊、师母心法的传授，安尼共款无效，就等于讲伫电视看到炒菜类似的共款。所以希望讲咱透过这个介绍，互咱大家理解讲一贯道是啥物货。如果你要了解一贯道，你应该来求道。有你的亲戚朋友若咧鼓励讲某人我带你来拜拜。你就甲问讲要拜啥？伊若讲就一贯道就第三步，你半年半工课当的，你就要参与去啦。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超生了死的机会，这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这是一个成仙成为天公了愿的机会。千万唔通去丢毒忧于不管，这失去了真大的机会。所以伊传道三宝心法，就是得到观觉印，观觉印甲你指点有真侪好处啊。拄则就讲讲为内在心灵的解脱，只要你这道道了，你会足侪执着，你足侪物件，你足侪想法，你拢会袂固执，会放弃。这放弃，佫毋是讲放弃事业家庭，佫对家庭的佫较照顾，事业的佫较认真，毋过你心理真健全。这就是一贯道传法的过程，互咱得到三宝的好处。各位，咱人若要跋落楼梯上要紧的爱有啥？爱有啥？咱人啦，安尼楼梯出落上要紧的，你会去啥？或者前七啦，对不？前七就讲，摸一个什么物件，你摸会掉哎呦，家财无搬了。咱这个人生的过程内底有什么前七？我请问咱各位，前七就是讲出代志，赶紧来找人来帮忙；出代志，赶紧来找人安怎？各位拢袂赴啊！平常时若毋烧香，临时抱脚拢无效。临时若无甲人交陪，讲要做什么工作，我看无法度。所以求道，伊就是亲像讲咱人生的方向内底有一个前七，是咱人生方向的一个指标，是咱心灵解脱的一个重点。所以观觉印指明着咱灵魂的基础，指明咱修道的方针，指明咱皈依佛，咱弥勒佛的宗旨。在咱传法内底有传五字真经，这五字真经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若有得到讲到头就知影，无得到想到头壳破去嘛唔知。你若无爱信，我写互恁看来。这字你知无？较大声诶！这字你知无？这字诶！这两字你知无？遐字。这个无字真经啊！所以一贯道传就是传无字真经啦。是毋是有理无理？你来求道才会知。你无来求，即世人唔知啊！我无骗你。你若无来求道，即世人要了解这五字日本来讲马达啦，有较学淡薄啦。但是你若有求道，这五字绝对知，100%知。这五字是啥物意思？足简单啊，足简单。咱中国人你讲上大的偌大，你知有？上大的皇帝，皇帝因老爸安怎讲？或者太上皇嘛？皇帝因老母我对啥？太后嘛？皇帝因囝我对啥？太子嘛？对不？所以你甲这五字甲斗起来，安尼来读考做无上伟大的佛弥勒，无上伟大的佛弥勒。但是这个传法过程内底咱来知影讲，这个心法，咱就这个代志归依处，咱会当从此归依弥勒佛。
哦，问经过咱伫学堂发心发愿，咱就会当安怎？咱就会当得到祖师的接受解脱，或者将来超生了事。在世呢，会当度人来救道，咁你就好结缘，或者功德无量。像讲你今仔日来救道了，你转去赶紧带你的朋友亲情，你甲这个好处讲互伊听，带来甲咱们你就祖师结缘，你嘛是功德无量。第三，透过咱的总会组织，透过咱对政府咱的认同，帮忙社会福利，即古早人讲叫布施，布施嘛功德无量。就这拢甲加起来，就这拢甲加起来，你的灵魂、你的灵性、你的元神会当超生了死。假装咱甲伊加起来，这功德无量，你会当安那成仙成佛都有够。这叫做一贯道啊，一传法啦。最重要的核心啊，也是伫咧三宝，是伫咧这个功能，或者灵魂超生了去成仙做佛，在生布施修行，这种种甲伊总做一好出来，或者人间净土实现。这也就是讲，咱今仔日对一贯道传道内涵的好处，咱来台啊来讲。求道有啥物条件？无啥物条件，求道10条大愿。伫咱的佛经10条大愿，这叫做立愿，唔是叫做咒大。或者10条大愿，这10条大愿就是讲，你从今以后要好好来修道，要好好来帮忙人，安怎样？无什么什么经验讲，哇，一定爱安怎，爱抛妻离子，爱放弃家庭，爱放弃事业，绝对无。免讲，你入来，明仔载叫家，明仔载叫做恁囝赶快叫你爸爸，无要紧，拢无要紧的，迄拢无代志的。10条大愿你就才会当传法。若无你人钱贴到人边关，对不起，你绝对无机会好求到，绝对没机会求到，这是一定的。希望咱各位爱知影了解这是传法来的一个规矩，讲天律法啦是袂当改变的那么一贯道，你哋来求道，除了10条大愿以外，就是有一个要求，讲身家清德、品行端正，如此如意尔。有一个功德费啊，功德费就是讲出一丝钱来印现珠来帮忙人，或者头一摆功德费，第二摆就无咯，唔免咯。这就是求道入门的条件。那么一贯道温馨，互相称呼或者道亲，这道亲。对上称呼或者贤贤，对后面后学称呼或者先生小姐，安尼称呼。咱无像道家讲，对着讲陈道长，咱道家或者道长，咱若无讲或者道友。有这个无了解一贯道的人，拄着讲原来咱也是道友。我心肝内拢想讲，死道友免去听道啊，迄个是道友，我听到就足坏咧。是来有道亲啦。所以咱若有听着讲这嘛是阮的道亲，阮的贤贤，这大上拢是一贯道的贤贤，拢是一贯道的道亲。这点嘛讲互咱了解。伊的信仰传法就是三宝心法，拄则用报过观觉因三宝。这5字你若要了解，请你来求道，你就知啊。甲你卖关子一个啦。这咱的修行就是主张讲无禅定，唔免假禅，唔免透过什么磨练，唔免断掉人世间的烦恼。只要你找15有闲来修，你得了道，得了道了，你找15转来佛堂烧香拜拜。若有发挥有讲道，转来听道理，修心养性，安就是咱的进步的目标。一贯讲参考什么叫做参考？参考就是讲话足身体上的。所以袂使讲俚语，袂使讲歹话，袂使骂人，袂使讲落空话迄款的，这叫做参考。无若参考若讲话还佫会使乌白讲的按透早开水喙就是参考啊。但是恁早起有参考无？有无参考喙就臭臭啊咧，对无？是不是安尼？所以参考就讲出来，爱清，家里就爱清。因为咱每个祖师伫佛经也好，伫任何一本经书讲，弥勒诸尊将来不惜众生力，
就是因为伊毋捌食过众生肉，所以一贯道的弟子大部分啊，拢是清口素食。但是这是有一段时间研究了，才互家己自由。其实在咱的道亲吼，嘛无大家食菜啦，嘛无大家食素食啦，所以嘛免惊因为素食这个问题啊，唔敢来求道，唔敢来进步，安尼嘛无理想。那么一贯道伊往生的净土是弥勒净土，伊唔是弥陀净土，有咱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的净土无相像。阿弥陀佛的净土伊的修持较严谨。较严谨啊，吼，严谨就是讲爱足精神的，爱修得足好的。啊，弥勒净土透过弥勒佛的了修，透过咱的祖师的慈悲，透过咱祖师的帮助台湾，会当较好，会当较紧。所以伊的净土目前为